今日咧就係體驗下視障人士如何從學校門口啦行到課室嘅。由呢副眼鏡咧就係嚟深刻體驗佢哋嘅視覺啦，同埋知道有咩困難。看见了，我在这里。左边，左边。一楼。Going up， 往上。来，城中。一樓 ，first floor， 一樓。对，我到了。没有，一楼。对。按了往上 ，going up， 往上。好，这个是。好像按错了。四樓。四樓。上面。又上面。往上 ，going up， 往上。你摸一下这两个。手。五樓。这两个，摸一下。五樓。这两个哪个是啊？哪个三？摸这里。往下你摸哪个三？ ，going down， 往下。我觉得这你这应该是三楼啊。好難搞啊！应该是了，应该是这个。三樓。对，3樓。first floor， 三樓。右拐。不对，这边。这个看，在这儿，车子走了，开走。然后，好困難咯，睇唔到嘢。如果係翻緊學就轉網咯，喺前路。啱啱行嘅時候就全靠即係之前喺識入邊嘅學校嘅路線去行咯。如果冇人幫手就好難去到一個地方。開了。還是這個。呢個。好，同學都坐得好好啦。咁而家我要你哋攞翻本科學書出嚟。我要 Free A 書。係。有咩幫到你？係啦，咁我有個程式應該會幫到你嘅，等我等啦。3B: 3A 3B。 最開始啦，就禮堂嗰度咧，嗰條柱就超級驚撞到嗰條柱咯。個樓梯嗰度咧都好驚棘到隔離嗰條樓梯啊。搭 B 嗰度啦係最麻煩嘅，試咗好多次。老師咧就完全分唔到邊本打邊本啦。咁老師都協助我去用程式去分辨書係邊本書咯。可以想像到，如果係新嘅中一新生，如果冇經過經驗啦，就唔知點樣行到課室嘅，即係睇見到視障人士困難啦，同埋多咗社會啦，整咗一個去幫到視障人士嘅 app 嚟方便生活。都可以喺學校設立盲道啦，嚟幫助視障學生。可以整啲可以發聲嘅裝置，你撳下就知喺邊啊，或者係揾啲20分同學去幫助我哋行到邊去到我哋咯。